每個女人都想揾到心目中完美嘅白馬王子，但係喺香港女多男少嘅情況之下，呢個機會真係越嚟越渺茫。除咗有呢個內患，我哋港女仲要面對外敵，就係嚟自中國過億嘅美女。好似呢位08年世界小姐中國站嘅亞軍蔣欣然咁，近排就嚟咗香港發展佢嘅事業，好明顯就係爭飯食咯。之前佢就曾經同趙世曾傳過緋聞，但都係曇花一現，冇乜下文咁。所以呢一日我哋就發現欣然專程去到淺水灣尋找月老幫下手咁啦。當佢一見到月老，即刻非常興奮，影相之餘又相當神心咁喺月老面前合十成身拜3拜，再用手觸摸月老手上嘅紅線，祈求揾到好姻緣。不過求神都要俾啲時間噶，為咗有即時嘅效果，蔣欣然決定靠一靠自己嘅實力，撇低朋友之後，佢就獨自留喺沙灘度曬太陽，着住桃紅色比基尼嘅佢，34D 豐滿嘅身材表露無遺。哇！索女現身淺水灣，又點會吸引唔到男士嘅目光啊？你睇下呢位港男望到得返個頭。總之欣然去到邊，佢就及到邊，出絕招啦！各位觀眾，超級無敵西瓜波，仲要係食得嗰隻，呢啲咪叫做垂涎欲滴咯。算，港女投降認輸啦。